我有身孕了，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。虎卫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，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我从来就没欠过债。我义渠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，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呀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，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。哎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！我义渠有继承人了！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。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
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母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！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一群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君的事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地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切莫伤了母子之情啊。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社稷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、朝堂废议，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？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也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出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出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报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，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吵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